地高以江南风水拥有丰富浅山生态资源的度假村，心情就放松起来。会当看见因除了要保留过去的糖业文化，近年来透过各种环境教育设施等行动，更是要来守护水域，并且落实生态保育等资源的工作。这款努力嘛，让因获选第7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的优点，真不简单。我们在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能获得这样优等的一个关键是在于，目前我们这个尖山米水库之前是提供我们新兴糖厂的一个制糖用水，那它有一个人文历史的糖业文化在里面。那刚才我们讲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，那生态如何去维护它、保护它？那因为我们也经常透过这样的活动，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园区是一个比较人工林，那人工林就是比较少那个树洞，那我们透过去做一个巢箱，让菱角鸮或是大物处鼠来这边里面做繁殖。那我们今年也成功的拍摄到、记录到说，菱角鸮在这边大概4月的时候在这边繁殖成功。那所以说，我们除了展现说我们糖业文化的人文历史，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态。这大概这2项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的委员得到肯定。这样。有100家好山好水的度假村，在疫情无遐尼紧张以后，嘛成为一团体旅游和外假客的好选择。业者表示，今年中秋加国庆的连续假期，到目前大房预订嘛拢是9成满，而且还会推出冬月寿车2分半价，以及邀请街头艺人、星光音乐会等精彩表演来回馈游客。台新闻，郭博义采访报道。